上一段影片呢，我哋就已經介紹咗喺第7維度工作嘅11位龍族成員。喺呢段影片呢，我哋就會繼續介紹埋最後一個維度入邊嘅龍族成員，就係第9維度龍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思思老師。第9維度龍呢，其實有4位，咁呢，我哋可以一齊去認識下佢哋喎。咁呢，第一位呢，就係 Alpha Dragon， 咁你見呢，佢係黑色嘅，佢係代表住啦神聖男性嘅力量。咁而啦，另外一位啦就係 Omega Dragon， 咁佢係相對 Alpha Dragon 㗎，咁一陰一陽，佢就係代表住神聖女性嘅能量。咁另外一位咧就係 Deep Blue Galactic Dragon， 佢代表住呢一個咧浩瀚嘅宇宙啊，咁咧佢亦都會幫助啦打開我哋嘅靈魂藍圖啦，從而咧讓我哋咧去進入一個更高層次嘅靈性嘅服務當中。咁最後一位啦，大家咧見到佢嗰個 Infinity Sign 嗰個無限符號就知道啦，呢個係 Source Dragon，Source 即係宇宙嘅源頭。佢咧會咧協助我哋啦，去咧對齊連結呢一個啦宇宙嘅無限。咁因為喺宇宙嘅源頭入邊，其實所有嘅事情都係無限。咁呢4位嘅龍族成員啦，我哋亦都會喺第2階嘅 Dino Cooper 官方龍族工作坊咧，去一一介紹以及連結嘅。咁我哋咧介紹咧龍族成員啦呢系列嘅影片啦，就到最後呢一段啦。希望大家都喜歡。我哋一共咧其實係有第4維度龍10位嘅龍族成員，第5維度龍嘅20位成員，第7維度嘅11位龍族嘅成員，以及咧最後啦第9維度嘅4位成員。有冇同學可以計到數？究竟總共有幾多位龍族成員呢？其實一共有44位。咁咧，我哋咧一都會喺官方嘅龍族工作坊入邊啦，去介紹佢哋嘅工作並且連結㗎。希望大家鍾意呢一系列嘅影片啦。鍾意嘅話，請你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。下一段影片見啦，拜拜。